好，咁我哋去到 exercise 8，咁呢個咧就係因式分解啦。咁我哋首先望一望第一條啦。嗱，因式分解第一件事，你首先你要睇到咧，你係用邊一條恒等式啦，係咪？嗱，又或者你係用普通嘅因式分解啊、分類嘅因式分解啊，定係用恒等式嘅因式分解？好啦，咁首先我哋望一望第一條啦。咁第一條咧，好明顯就係一個 A 加 B、A 減 B 咁嘅樣啦，因為佢兩嚿啊嘛，係咪？好啦，咁 A 加 B、A 減 B， 即係 A 二次減 B 二次，即係佢就會做到係 5A 嘅二次減9開方，即係3啦，3嘅二次。好啦，咁你根據恒等式咧，你就會做到 A 加 B 同埋 A 減 B 啦。嗱，呢一條咧，你就會做到咧，個答案係 C。嗱，咁當然驗算亦都非常之簡單嘅，你將呢兩個採用乘法乘翻開佢，你就會做翻題目嗰個數。如果做到嘅，咁就即係證明你正確啦。